来看今年的台湾医疗科技展当地台北南港展览馆的展出，今年是有2000外个单位，有提供病人伫厝内做复健的虚拟实境的设备，毛病医推出 App， 病人会当先把空喙的相片传到 App， 电脑会先来判断讲敢需要去看医生咧，敢有啥物，阁有啥物医疗的新科技，咱做伙来看卖。 将 VR 镜头伫伫头壳顶，两支脚挂训练机器，就会当进行每一天的复健疗程，而且佮配合情境设定，有无同款的任务需要完成。这是代代物理治疗的新发明，让病人复健唔免受到时间甲空间的限制。 借由虚拟实境的这种影像来调整训练的难度，所以这是有别于传统的复健，跟真实想要在外面遇到的困难哈，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呈现在安全的环境里面做复健，然后结合我们这个训练的游戏，就可以达到这个平衡训练的效果。将医疗甲科技结合，又佮有一项空喙自动判图的远程照护系统，病人只要将空喙的相片翕落来，传到病院的网站，电脑就会自动判断敢是需要看医生，增加就医的效率。AI 伤口自动判读系统。 这个系统就可以帮助病人了解说，这个病人是需要尽速回诊，或者是说这个伤口其实在家里自行照顾就可以。借由这样的系统，可以帮助病人减少未来截肢的风险。 除了 VR 复健空喙自动判图的系统以外，民众要知影家己困眠的状况，也是胃疼的程度，透过简单操作嘛，拢会当知影。2022台湾医疗科技展今年拢总开设7项主题，2000外个单位。12月初1到初4伫南港展览馆展出。记者麦尚英、曾派文台北报道。